今日就大家嚟到大埔嘉禧，喺一個市場罕有、實用面積344尺、望到海景嘅優質一房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6座，實用面積344尺。單位嘅露台外望開揚嘅景觀，遠望可以望到一片海景同埋山景，係屬於屋苑入邊比較優質嘅放盤。客廳間隔方正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可擺放小型嘅餐台同埋鞋櫃。廚房開放式嘅設計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保養得宜，擺到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，一應俱全。由於全屋都冇走廊位，可以用盡晒所有嘅空間。睡房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同客廳一樣，望到開揚嘅景觀。洗手間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，保養新淨。